隨着這低壓帶含西南風影響，花蓮的萬里溪崩山潭呢，這半暝的時陣水就已經填出來了，流就8萬噸的水出來。那林保署繼續對這溪流發布紅色警戒，那溪埔以外所在是發布黃色警戒。另外，秀林鄉的水關村呢，也因為這水崩山紅色警戒，強制甲居民撤離。這大雨呢，也互陸陸溪的溪水規個漲起來，獄中變多，也互這大水沖甲斷去，還載起一名上班的保全無細膩跑入去溪底失蹤。那消防局下晡也接到通報，講有一團4個人的爬山團，本地今仔是要落山，數一名女性的爬山客呢，在咧中平林道附近，互大水沖走，這個救援人員也趕緊去找人咯。萬里溪暴動一直串流，大水河和崩山河繼續溢流。林保署及時閣出動空中攝影機，整合溢流水量未細，不過已經比透早減少真濟。林保署監測，透早1點到5點水量上大，溢流口下測4.7公尺，流出8萬噸的水。壩體還是呈現不穩定，所以下大雨它還有可能會在下切的一個狀況哈，所以我們還是維持就是河道紅色警戒之外的這些相關的那個區域哈，黃色警戒。萬里溪河道紅色警戒，西埔大橋已經封橋，萬寧鄉保全戶32戶111人早佇前一天有風聲撤離。鳳林鎮在24早起9點，由員警宣導展開有風聲撤離44戶88人。媒體局警戒也有土石流，秀平鄉水關村雨量達標，發布紅色警戒，保全戶愛強制撤離。都已經準備好了，讓那個保全戶能夠有的吃，有安全的那個保護。大雨一直到花蓮縣溪埔中，其中陸陸溪水勢正雄，上海橋中便道中月球差不多60公尺。這便衣保全人員透早出門上班，監視器閣佇5點15分翕到伊穿雨衫騎車的身影。不過同事講伊無來上班，最後手機也定位佇陸陸溪中。互家屬質疑，為什麼這擺無提早封橋呢？有問題的話，他們會封橋的動作嘛？我不曉得這次是我們真的家人真的沒辦法接受啊，好好一個人這樣出去就沒有了。那我們是懷疑他可能在騎車途中那有跌落的狀況。那目前搜救還持續進行當中。大水雨也讓鐵路交通受影響，對火列車停駛，區間車跨進行機動營運。想要等桃園路客只好加留一暗。原本有訂到，是來這邊才發現停駛。雨要咧落，受風洪里川出現淹水，有民眾涉險騎車去拍開水門。在花蓮市鳳川路出現鐵道涵洞淹水，車全部攏浸在水內，害去無法度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